廣州春節5個大型燈會，唔使預約，快啲點個愛心收藏。一、廣州新春燈會，1月30號到3月8號喺越秀公園內舉行，設置85組特色彩燈及1200餘場文化活動，年味十足。二、粵港澳大灣區燈會，2月10號到5月10號喺南沙天后宮同濱海公園舉行，800畝超大觀燈場地，一步一景。三、廣州首屆流溪煙主新春燈會，1月17號到3月15號喺8號倉舉行，免費打卡山海驚奇玩世界。四、正佳大棠千燈會，1月31號到3月15號喺正佳廣場舉行，超5000盞花燈點亮新歲，重現八方來朝嘅盛唐氣象。五、東山湖新春燈展，1月17號到3月15號期間舉行，每晚6點半到9點半着燈睇花燈，行公園、遊花船應有盡有。